台语有一句话讲嘛爱神嘛爱人，来看这台南各大庙宇点灯祭改，今年人数是拢增加。亲像鹿耳门圣母庙，这点灯数量是超过10万帕，比去年增加1成。就专家分析讲呢，这民众透过宗教科技，希望神明来斗保庇。 那运道无顺，民俗信仰中，民众会去庙宇提替身，由法师进行祭改仪式。这阵平常日庙内嘛摆甲热堂，拢是踮咧改文化改。唔那祭改，嘛有真侪信众会透过点灯来求平安。传统上，真侪人会经春节期间行村顺刷点灯。不过这阵有缘有侪人去庙里点，这款情形比往年较明显。啊，逐当拢会点哦。会啊，每一年拢爱啊。我祈福自己可以在新的一年可以过得顺遂一点，这样。啊，神明暗中咧保庇迄无形的，咱也看袂到。即马都毋是讲干那聚会人较来咧拜拜点灯，即马敢是这少年的吼，拢比咱的长辈时代搁较侪。 以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来看，今年庙内点灯的数量已经超过10万外帕，比去年加1成。那玉峰宫嘛同款，尤其太岁灯的名额拢定啊。另外有道长指出，今年参与拜祷祈求完成公差信徒嘛加较侪。文书工作者分析，这款集体性点灯祭改行为，可能参社会普遍集体欢乐有关系。虽然疫情过了哈，但流感 猖獗哈，所以很多人都不小心过世了。最近几个影视明星名人过世，怎么生命变得那么如此脆弱？这是这种焦虑感来的原因。两岸关系紧张也是一个原因嘛。讲今年度来点灯拜祷的人员吼，增加要加1倍。嘛，还有这种，就是讲咱集体吼，还有公司，就是有人去拜拜，感觉有感应袂歹，所以嘛有公司甲一寡团体。文书工作者表示，去年经济状况无稳定，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大，这嘛拢影响百姓安全感。信众透过宗教来寻求心灵的倚靠，望互今年有信心渡过各种难关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